后来继续来看这件，真正是输就起下句。新北市新店一个男子昨暝到菜馆行耍宾果游戏，输1万块，心情真歹。佮甲菜馆行的头家甲员工有口角，伊竟然是走去加油站买汽油，倒来破这个菜馆行的柜台，然后共抢走着现金109000块了后，骑机车爬咧弄。同时拄好有一个员警下班经过，马上通报请求支援。半点钟后，就伫台北的艋舺掠着人了。来熄火！熄火！汗臭真勇的查甫人叫警察走入来，结果无约无紧，伫咧食薰。不过就伫咧大约半点钟前，伊才涉嫌抢一间菜馆行。你刚才在新店干嘛？没干嘛。啊，不然你去新店干嘛？你哪里人？查甫人叫扣起来，偷抢来的109000块现金，嘛叫警察敲出来。有人喊抢劫，都没有人出来，很大声。抢案就发生伫咧昨暗时下11点多，新北市新店一间菜馆行叫老顾客破汽油了后，甲人抢劫。菜馆行的狗仔叫惊甲撞出来。对面大楼的保全听到喊救人的声音，嘛走出来看。当时佮拄好一位下班的警察看到，遂通报支援。就看一个人跑来，这样跑去，从对面跑进来，又跑出去这样子。这边早上晚上现在很多人都是那种5分钟吃的那种现金嘛，对不对？甲人抢劫姓洪的嫌犯有毒品含窃盗前科。迄天下晡，伊就捌到其他菜馆行咧去，暗时也佮走到当时的菜馆行耍宾果的游戏，毋过输1万，佮含员工伫咧冤家，伊就走去买汽油，倒来店面破，佮抢走柜台的现金。其他菜馆行业者嘛对伊印象真深。他常常都在附近游荡，记得客人应该都认识他。起获赃款10万余元，安非他命47等物，全案讯后依强盗、毒品、公共危险等罪嫌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手气歹，输钱佮输甲起毛歹，姓洪的嫌犯竟然为老顾客变做抢匪。警察嘛伫咧伊的身躯顶敲着毒品含食毒的假尸，这些嘛叫警方移送法办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